其他消息来关心，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高一的学生囡仔骑脚踏车环岛，骑到中华时去互轿车撞到，造成7个学生轻重伤。伤势上较严重的学生，伫昨昏已经较有精神啊，嘛已经转到台大病院治疗。即马有资深的车友是认为讲，就算咱国内有画环岛的脚踏车路线，也毋过这个路宽是无限定，是脚踏车专用的，所以骑车的时嘛是爱斟酌注意。经过透明急救，4天的动物伤势渐渐稳定。23应家属要求转移到台大病院就近来照顾。而中华基督教病院也讲，这摆患者会使度过危险期，归讲车祸发生当时处理得好。随行的老师以及旁边的同学做第一时间的救治跟帮忙让失血状况不要再持续扩大。另外6名学生也陆续由家长接回去，也是转移回去台北治疗。其他学生的后续行程也调整，23几天是暂停骑车，最后2天改行较安全的脚踏车道，所以才完成预定活动。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秀光校区300个学生骑脚踏车环岛，22号小客车撞到，造成7个学生轻重伤。有家长怀疑这个活动安全性，学校也出面来说明。都有经过很完整的这个规划跟准备。好，那自然会有一些风险，但是我们会在尽可能的情况之下去避开各种的危险。造成事故这个姓肖的开车的人，讲伊是下路去捡物件，才造成这个事故。不过司法证就有民众行车记录器翕到伊开车那么紧、那么慢，甚至危险变换车道。警方要调查是不是牵涉驾毒开车，依照涉嫌过失伤害甲公共危险罪上班。也来骑脚踏车环岛，虽然真济车友想要完成目标，不过伊台湾欠缺专用道，也后这个安全进行了考验。它其实就是照着道路行走，所以很难避免会跟其他这个车辆会同行的状况。你带头者一定会看前方的状况，有突发状况我们就会大声喊，或是告诉后方说，比如说有车哦。资深的车友讲，伊车友所知影的环岛1号线是当时观光局伫2015年底规划，主要是以第1线甲第9线在省道公路为主要的混合型车道，当时配合17条区域也是地方特色优质路线，正做宽支线，满都予脚踏车专用。除了车友需要甲路线规划好以外，家庭嘛要互相倒看倒注意，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